讲到武汉肺炎，这个武汉肺炎打乱开工的脚步，政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，嘛将大学以下开学日延后到月底，配合防疫的照顾假，伫11到24这段期间，会使连续请假，头家袂使拒绝。不过呢，照顾假敢有算薪水？外界有真侪疑问。银行业就开头一枪，第一银行表示讲，本来员工就14天有薪水的暑假，即马直接刷来用请假无扣薪水。台银工会理事长这个陈俊雄讲啊。因内部已经讲过啊，请假薪水照算。无用甲手拢无法度停落来，这间卡车顶的制造商是全台湾上大，订单满满，员工笑眯眯，拢是因为拄着负心的头家。这个假是希望协助这一些年轻的爸爸妈妈呢，他能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去照顾这一些他家的小朋友。该请还是要请啊。因为公司有这个条例，所以就是可以请。因为武汉肺炎疫情，政府祭出11到24劳工会当请防疫照顾假，但是雇主嘛会当选择无付薪水。不过这间大厂只要员工年资满2档，照顾假照常有支付。另外，一向福利真好的银行业咧，银行当中已经原本就14天有薪水暑假，这次公款会当请，也佮有加码会当连续休。调方甲土银是7天的薪水，100%关过银行，包括台银、土银甲所处级银行，团出买算入有薪暑假，无靠赚去。我们台湾银行内部有公告，我们银行这边还是照样执行啊。全台为防疫拢非常无用，负心企业互劳工足甘心。